近日方力申呢位新手爸爸帶住7個月大嘅女女艾娜去學游水，引起咗好多網民熱烈討論。呢位昔日嘅飛魚王子，自從做咗人夫同爸爸之後，生活重心可以話係完全轉移咗。唔少觀眾都好想知道，究竟呢位曾經叱咤泳壇嘅運動員，作為爸爸有咩育兒心得？而 Isla 呢個7個月大嘅 BB，第一次落水又會係咩反應？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。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大家或者對方力申嘅印象仲停留喺佢以前做運動員或者歌手嘅年代，當時嘅佢俾人一種陽光、充滿幹勁嘅感覺。不過時間過得真係快，眨下眼佢已經成家立室，仲有一個咁可愛嘅女女。其實做父母嘅人都知道，當自己擁有咗第一個小朋友之後，成個世界觀都會唔同晒。平時再忙嘅工作，一旦返到屋企見到個女，疲勞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方力申呢次帶 Isla 去西沙體驗人生第一次游水堂，其實背後有好深嘅意義。佢身為游泳界嘅代表人物，亦都係游泳學校嘅創辦人，對於游水呢項運動絕對有種情意結。大家都知道，游水係一項生存技能，尤其係喺香港呢個海島城市，識游水真係好重要。方力申作為爸爸，一定好希望女女可以自細就唔怕水，甚至可以享受喺水中嘅樂趣。但係現實同理想往往有差距。Isla 雖然平時喺屋企好中意玩水，但係第一次去到陌生嘅泳池，面對咁大個環境，小朋友難免會覺得緊張。根據方力申喺社交平台分享嘅內容，Isla 去到陌生泳池之後，最初顯得手舞足蹈，雖然未至於大喊大叫，但係明顯睇得出佢有啲緊張。呢個時候，方力申作為爸爸嘅內心就展現出嚟，佢同教練一齊陪住 Isla， 慢慢安撫佢，俾佢適應水中嘅感覺。呢個過程其實好關鍵，因為好多小朋友怕水都係因為第一次嘅經驗唔夠好。如果一開始就強迫佢哋，反而會造成心理陰影。方力申好聰明，佢冇急於求成，而係選擇慢慢嚟。呢種態度其實亦都係好多新手爸爸值得學習嘅地方。佢話期待下一次再同教練一齊帶 Isla 游水。字裏行間全部都係對女女嘅愛同期待，完全睇唔出以前嗰種爭勝心強嘅性格，取而代之嘅係滿滿嘅溫柔。對於佢嚟講，Isla 係咪真係要成為游泳健將，其實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係女女可以健康快樂咁成長。呢種心態轉變，可能係佢作為爸爸之後最大嘅收穫。除咗帶女女游水，方力申最近仲亮相咗電視節目，同埋屋企人一齊出鏡。呢個節目將方家3代同堂嘅畫面記錄落嚟，令到觀眾有機會睇到佢生活化嘅一面。節目入面佢提到，原來對游水嘅熱愛係源自佢爺爺嗰一代，然後傳承到佢爸爸，最後成就咗今日嘅方力申。呢種家族式嘅傳承，其實喺好多家庭入面都有，只係方家嘅傳承係以運動作為載體。佢爸爸方旭仁亦都有出鏡，兩父子加上孫女 Isla 呢個畫面可以話係非常溫馨。對於方力申嚟講，能夠將呢種情感記錄落嚟係一件非常有意義嘅事，因為好多時忙於工作，我哋好容易忽略咗屋企人對自己嘅影響。透過節目，觀眾除咗睇到佢係點樣做爸爸，亦都睇到佢同爸爸之間嘅那份深厚感情。原來呢位平日睇落好有主見嘅男藝人，喺爸爸面前依然係嗰個會聽話嘅仔。節目當中話一個好有趣嘅環節，就係傳統嘅抓周遊戲。抓周呢樣嘢雖然係傳統習俗，但現代好多父母都會玩，純粹係想攞個好意頭，睇下小朋友未來可能會有咩興趣。當日現場擺咗好多唔同嘅物件，例如書本、畫筆、算盤、發錘、小方公仔、銅錢同埋樂器。大家可能以為方力申身為飛魚，女女應該會揀啲同運動有關嘅嘢，或者好似佢爸爸估嗰樣嘢咁，揀個算盤，話唔定大概係會計師。結果出乎大家意料，Isla 竟然揀咗銅錢。呢個選擇令到兩父子都估錯晒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其實捉周呢樣嘢只係遊戲，小朋友大個想做咩，主要都係睇佢哋自己嘅興趣同努力。方力申自己都講，佢其實唔係特別要求 Isla 一定要繼承父業，最緊要係女女可以健康快樂地長大。呢種開放式嘅教育心態，其實係現今社會非常難得嘅。唔少家長平時對子女抱有過高期望，反而令小朋友有壓力。方力申睇得開，其實對 Isla 嚟講係一件好事。除咗輕鬆嘅遊戲環節，節目入面仲有一個環節係要預錄一段說話，留俾18年後嘅女兒。當製作組提出呢個要求嘅時候，相信方力申一定感觸良多。
佢對住鏡頭講話，希望18歲嘅 Isla 唔使佢去應酬個男仔，因為佢會覺得好恐怖。呢句說話聽落好搞笑，但其實係好多爸爸心入面嘅真實寫照。諗到自己嘅女女將來會長大，會有自己嘅人生，甚至會離開自己身邊去建立佢自己嘅家庭，呢種感覺對於每個做爸爸嘅人嚟講，都係一種好複雜嘅情緒。方力申喺錄影嘅時候，明顯係忍唔住哽咽。呢種真情流露，相信好多做家長嘅觀眾睇到，都會覺得好有共鳴。無論你係咩背景，身價有幾多，喺子女面前，大家都只係一個普通嘅爸爸媽媽，想給予佢哋最好嘅保護，同時又必須學會放手。佢講嗰句，無論去到幾遠都好，爸爸媽媽永遠喺屋企等你，真係講中咗好多人嘅心聲。呢種無條件嘅愛，先係最感動人心嘅地方。如果我哋將視覺放大，睇下方力申除咗做爸爸之外嘅生活，就會發現佢依然係一個非常有紀律嘅運動員。大家都知道佢將會挑戰喺11月柔道海泳到澳門，全程35公里。呢個挑戰絕對唔簡單，需要極高嘅體能同毅力。佢每日都要花費大量時間去練水，每次1-2個鐘頭。呢啲時間其實原本係可以用嚟陪屋企人，所以佢喺訪問入面都提到，最近因為要備戰，少咗時間陪 Isla。做一個職業運動員同一個全職爸爸，呢兩者之間嘅平衡其實非常困難。佢一方面要維持自己嘅競技狀態，另一方面又要參與女女成長嘅每一個重要時刻。呢種生活節奏絕對係對意志力嘅考驗，但係方力申似乎樂喺其中。佢喺練完水之後，依然會花時間去逗女女開心，即使有時覺得好攰，見到女女嘅笑容就咩都值得。大家留意到呢幾年，好多藝人都會喺網上分享自己嘅湊仔日常，方力申都唔例外。比起以前嗰種將私生活保密嘅做法，依家嘅藝人反而中意透過社交平台同粉絲互動。呢種分享其實令到佢哋嘅形象更加貼地，觀眾會覺得佢哋唔再係遙不可及嘅明星，而係身邊都會見到嘅普通人。對於方力申嚟講，呢個轉變係非常成功嘅。佢透過分享同女女嘅相處片段，成功吸納咗好多新手爸媽嘅關注。大家會喺留言區同佢交流育兒心得，甚至會討論一啲生活細節。呢種互動其實係藝人經營自己形象嘅一種新方式。網民對佢嘅評價亦都相當正面，好多人都話佢係一個好爸爸，亦都覺得佢同 Maple 呢對夫婦嘅互動好甜蜜。雖然每個家庭都有自己嘅煩惱，但透過呢啲片段，我哋睇到嘅係一個充滿愛嘅家庭。呢種正能量其實正係依家社會好需要㗎。其實話到底，做父母真係一門好深嘅學問，冇人天生識做父母，全部都係喺過程中邊學邊做。方力申雖然係運動員出身，紀律性強，但喺育兒路上，佢同樣要面對好多唔確定性，例如女女幾時識講第一句，爸爸幾時識爬，幾時識游水。呢啲每一個瞬間，對於父母嚟講都係非常珍貴嘅。記得佢之前提到教女女叫爸爸，教咗好多次，終於成功嗰一刻嘅嗰種喜悅，真係隔住個屏幕都感覺得到。好多網民話見到佢咁樣，真係覺得佢變咗好多，由以前嗰個衝勁十足嘅飛魚，變成依家處處為屋企着想嘅暖爸。呢種成熟係時間同經歷俾佢最好嘅禮物。當然，我哋亦都好期待 Isla 長大之後，到底會唔會真係繼承爸爸嘅運動天賦，定係會發展出其佢興趣？但無論點都好，有一個咁支持自己，又願意花時間去陪伴自己嘅爸爸，Isla 嘅童年一定會好幸福。除咗個人嘅經歷之外，方力申呢次嘅新聞其實亦都反映咗現代香港家庭嘅一個縮影。好似佢同 Maple 呢對夫婦咁，兩個人都要兼顧工作同家庭，同時又要花心思去教育下一代。香港生活節奏咁快，工時又長，其實好多雙職父母都好難做到好似佢哋咁樣，有咁多高質量嘅親子時間。所以當大家見到佢哋帶小朋友去學游水、去玩桌洲，其實除咗覺得得意之外，亦都會羨慕佢哋有呢個條件同埋心態去經營家庭。呢一點其實係非常重要嘅，無論環境點樣，最重要係家長願意投入時間同心思。當然佢係藝人，有資源可以安排得好啲，但個中嘅愛心係冇分別嘅。每一個父母只要願意用心對待自己嘅子女，嗰種愛同責任感係一樣咁偉大嘅。最後，我覺得方力申呢次嘅分享並唔係單純嘅明星新聞，而係一個關於傳承、關於愛、關於責任嘅故事。佢將自己嘅人生經驗透過育兒呢件事
傳遞俾下一個世代，無論係游水技能、運動精神，定係對家庭嘅重視，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價值觀。當我哋睇到佢喺節目入面講希望女兒將來唔使佢太操心嗰份心意，我哋就知道天下父母心其實都係一樣。我哋亦都希望 Isla 可以快高長大，健健康康。至於方力申呢位新手爸爸，亦都繼續加油，平衡好練水同湊女嘅時間。雖然運動員嘅生涯好短暫，但係做爸爸嘅生涯係一世嘅。呢條路可能比游35公里到海泳更加漫長，但相信佢一定會游得好精彩，創造出屬於自己同女女嘅最美回憶。大家睇完呢篇報道或者睇完呢啲溫馨片段，會唔會對自己嘅父母多咗一份體會呢？定係會好似小芳咁，對未來嘅家庭生活充滿咗憧憬？多謝大家，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。唔知大家對於呢宗方力申育兒同家族傳承嘅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？係咪覺得呢位新手爸爸表現得好稱職？定係覺得運動員轉型做家長都有唔少挑戰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，話唔定你嘅育兒經驗都可以俾到其他人參考。我哋下次再見。